今年的双十国庆，宪兵的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头一载伫总统府头前来登演，377公斤的重型机车操作是真无简单哦。今仔早起嘛，搁再来进行更新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 向印第安挑战者重机快速赛场，宪兵快速反应连是国军唯一配有重型机车部队，正式执行前所反突击等作战任务。在团体跑车乱机作业完成了后，率去展示高难度的分列式甲会式队形。分列式为快板连的荣誉与传统，更是官兵驾驶训练的基础项目。 12台重机用时速5公里慢慢向前，保持真实坚固来考验稳定度，要达到真车合一。第112年换装了后，挑战者重机除了重量减轻，也增加灵活机动性。在会式队形当中，展示包含进行队形、车线变换、刚向刚边、双龙抢珠到难度上悬的来回高测试，最后用大眼队形向顶，展示高飞的精神。觉得最困难的其实是所谓的耐热训练。我曾经一度的觉得自己是不是没办法撑到最后，旁边的同袍一个一个助力的身影，成为我继续撑下去的动力。第一次骑的时候会比较紧张，因为从来没骑过挡车。当然一开始也是骑得很烂，就是动不动就熄火。在练习的时候，慢慢的抓到诀窍了。目前快训练88人，其中13位女性官兵透过展示训练结果，呈现一个机车手安怎为进入连队到营独立执行战备任务。在平时的时候，我们也负责正副元首就职、春秋季礼宾以及国家重大庆典等前导警卫任务。整个训练的过程中，我们都是秉持从严从难。除了会继续前进，连长也希望透过训练专业和热情，继续展现国军精神的象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